呢一個呢，就係啟德海濱花園嘅平面圖啦。呢個咧就係嗰個 Pavilia Forest 柏維森嘅 Flat B 28樓5座啊，28C 啊！28C 嘅單位，柏維森28D 單位啊，都係一個 open kitchen。呢個咧係5座28樓 D 嘅單位啊，售面積392尺，望出去景觀係一個樓景，露台有洗衣機啦，仲有無敵嘅海景加樓景啊！而家睇一睇28A 鏡櫃啊，有個開廚，望到嘅咧無敵海景啊，非常之開揚呢個單位嘅海景啊！好靚，呢個好景喎，呢個。好靚呢呢度咧仲有一個嘅儲物空間，呢邊咧有一個露台。我哋翻嚟入屋睇睇。如果平過3樓嗰個，呢個單位好靚嘅，係單位 A 啊，屬於 A 嘅間隔，使用面積512啊。嚟睇下個浴室先。另外第一個房間，第二個房間咧係一個方正嘅一個房間。switch 係咁嘅，呢係28A 嘅房間。接住嚟睇咧，28樓嘅 J 室，
邊都幾通風喎，呢個單位幾通風，亦都望到一個遠嘅海景啊，仲可以望到 Mega Box 啊！5座28樓 J 單位，實用面積384尺嘅。而家咧睇28H。28H 入到嚟左邊都係一個洗手間，門口咧做咗一個入場嘅一個嘅鞋櫃啊。房間咧係望呢個樓景咯，亦都可以望到海景嘅。跟住呢邊咧都係一個開廚啦。哦，雪櫃就喺呢度嘅。有一個露台。望到 Mega Box。介紹嘅咧係5座28樓 H 嘅，實用面積係385啊。嚟緊睇咧28G 嘅單位啊！露台呢邊咧可以望到海景，亦都可以望到樓景，可以望到會議展覽中心啊！你睇下幾勁！跟住入嚟睇下啲房間啦。呢邊嘅景咧可以望到對面海啊，可以望到 IFC 啊，可以望到灣仔會議展覽中心，亦都可以望到天台。呢度有另一間嘅房間咧，都係享有呢個無敵海景，望到Mega Box九龍灣一帶嘅景色。仲有呢個香港兒童醫院啊，就喺你眼底啊！呢個面積469。同大家參觀嘅係柏慧森嘅示範單位，拜拜。